歡迎嚟到中原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加多利山，介紹呢間尺價平大露台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布力架街34號一個低層單位，咁一入嚟右邊係廚房、工人房，幾大。咁呢度後邊就仲有個平台嘅。實用係1464尺3房，咁呢個係特高樓底嘅，你睇下樓底超高，好實用。咁呢個露台咧係成個平台咁寬，你睇下平台嚟嘅，呢個係樓景，3間房。呢個係主人套房，哇！你睇下幾大，廚廁，呢個係客廁都好大，哇！呢度係你睇下，間房都係巨房嚟啊！布力架街係傳統豪宅地段，呢間有車位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溝我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